而家我請大家深深吸一口氣，慢慢呼氣，再一次吸氣，將呢段時間圍繞我哋身邊嘅所有沉重、悲傷嘅情緒都吸入嚟。然後呼氣，將我哋所有沉重、悲痛、不安嘅情緒都全部放下、釋放。做得好好。我哋可以再嚟多次，吸氣。吸入呢種不安嘅情緒，然後呼氣，將佢全部釋放出嚟。而家我邀請你將你嘅右手放喺你嘅心輪位置。左手放喺我哋嘅鎖骨下方，呢一度係我哋嘅上心輪位置。感覺一下兩隻手之間開始溫暖發熱，慢慢你見到一個光點，呢個光點開始發光。做得好好，我邀請你而家將意識繼續停留喺呢一度。呢一個光點係金色、白色，一個好清澈嘅金色，好似一個小太陽一樣。透過我哋每一下嘅呼氣，都容讓佢擴張、擴大。呢個光點慢慢變成一個光球，顏色更加實在。然後你會見到呢個光球開始旋轉。容讓佢旋轉，越轉越快，越轉越光，直到呢個光球膨脹到爆開，金光四射，將你整個人都包住。你而家置身喺一個好安穩嘅一個巨大嘅金色光球入邊，非常安全，非常被愛。我哋停留一陣，感受下呢一種溫暖。而家容讓我哋一齊將呢段時間見到嘅新聞畫面、聽到嘅哭泣聲、我哋胸口嗰種唔舒服、不安、心痛嘅情緒、感覺，全部輕輕地帶到你嘅面前。你會見到佢哋變成一團深灰色、深藍色，甚至係黑色嘅煙霧，好似一層霧氣一樣。
然後我哋一齊做一件事，將我哋上心輪嘅光校到去最光最光，好似1000個太陽一樣。然後我哋深深吸一口氣，將呢口氣吸到我哋嘅上心輪，感覺佢變成一道粉金色嘅充滿愛嘅激光。而家將呢一道激光從你嘅上心輪向前發射到呢一團灰黑色嘅霧氣裏面，而你會睇到灰黑色嘅霧氣開始被呢個激光穿透，開始變成閃閃發光嘅金色小星星。每一粒嘅小星星都係被療癒嘅靈魂，每一粒嘅小星星都同你說聲多謝。而家容讓我哋一齊將呢一啲金色嘅小星星，我哋用意識將佢哋升起嚟，送到去大埔嘅上空，送到去宏福苑嘅上空，送畀每一個受影響嘅家庭，送畀每一位嘅傷者，送畀每一位為我哋付出好多嘅消防員，每一位醫護人員，每一位小朋友，每一位離世者。而家你會睇到整個香港嘅上空都佈滿咗無數金色嘅小星星，就好似好靚嘅星空一樣。最後，我哋喺心裏面一齊講呢一番說話。我容許自己感受到呢一份悲傷，同時亦都允許呢一份悲傷被轉化成充滿愛嘅光。願每一位香港人，每一顆心都被愛包圍，被力量填滿。願離世者安息，傷者早日康復。讓呢個療癒之光擁抱整個香港。多謝，一切已成。大家做得好好，而家慢慢可以喐下手指腳趾，畀自己一個深呼吸。當你準備好嘅時候，慢慢打開眼睛。希望你哋喺情緒卡住嘅時候，或者諗到呢一份傷痛嘅時候，可以聽一聽呢個冥想嘅錄音，希望可以幫到大家。感恩。